喺2025年，美國單方面加徵全球關稅，對中國嘅外貿、對外投資同內地經濟發展都產生多方面影響。但係喺數據顯示，我哋國家嘅經濟一直保持增長，上半年係達到5.3%。喺各方壓力之中咧，維持住一個穩定嘅增長動力。喺貿易方面，儘管對美國出口係頗受打擊嘅，對美國出口收縮，美國從我哋嘅第一大貿易夥伴下降為第三大嘅貿易夥伴，但係美國仍然係我哋國家主要嘅貿易夥伴。關稅並未導致兩國嘅貿易往來中斷，中美兩國嘅經濟發展依然係緊密相連嘅。另一方面，中國對歐盟同東盟嘅出口都上升，東盟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大嘅貿易夥伴啦。總體而言，中國對外出口喺美國關稅影響之下未見受到重大打擊嘅。我哋國家嘅出口重點已經從簡單嘅工農業產品升級成為高技術、高價值嘅商業出口，未來係大有前景嘅。而大灣區係我哋國家最活躍嘅地區之一，論 GDP 總量大灣區都抵得上一個中型國家。此外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喺9月1號喺香港發布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，深圳、香港、廣州創新集群超越咗日本嘅東京同橫濱集群，成為全球第一大創新集群。由此可見，無論喺量同質上高，中國嘅粵港澳大灣區都屬於全球首屈一指嘅發達地區。喺經濟逆境之中，對比其他地區嘅優勢係更加明顯嘅。